而現場好啦，跟住我哋有請丁氏伉儷嘅。唔單止喺電影呢啲頒獎禮會見到，喺好多時尚 party 都成日見到兩位夫妻檔一齊出現喎。千嬅今日呢件衫真係好特別喎。影相先啦，唔使走啦，丁生親密啲啦，呢度又要影，跟住去到簽名又影。係咯，一路攬住唔好放得㗎啦。 ，thank you。咗㗎啦。我哋現場再次見到就係楊千嬅同埋丁子高㗎。咁楊千嬅咧就係角逐最佳女主角，就係憑住《志明與春嬌》嘅喎。係啦，咁今日亦都好特別啦，每一位嘅即係好多嘅候選人啊，另外一半咧都到場支持㗎。咁啊，相信咧好多個畫面咧應該都會非常之溫馨啦。如果佢哋能夠攞獎嘅話，額咁樣㗎嘛。哇，千嬅真係要係啦介紹下你今日呢一。哇！真係先生做足仲要㗎喎，真係做足先生喎。仲要喺側邊扶下嗰個花瓣。唔係佢阿丁生頭先佢扶一扶嗰個花瓣，即係佢話叫阿 Coco 你問佢嘢。哦，係啊，佢啱啱就將嗰塊花瓣阻住咗收到我。係啦。哇！你睇下阿丁生咧喺影緊相嘅時候都幫太太檢查睇一睇先。喂，上頸㗎咯，冇走光㗎咯喎。係咯，千嬅咧之前就曾經喺微博好開心話，今次因為一套3級片提名咗最佳女主角。咁要問下，如果真係攞獎，你哋兩個點樣慶祝啦？係啦，交俾你。真係又冇諗過喎，因為真係第一次有機會去提名咧，我覺得仲要係一套3級片咧。係咪提名其實真嗰陣係都幾勁嘅，慶祝咗㗎啦？我諗已經係當係得到獎咁開心㗎啦，係咁啊冇乜特別慶祝嘅，唯有係即係繼續努力啦。我覺得呢個鼓勵之後，繼續3級片努力。預祝你成功，係好唔該晒兩位。 Thank you。係。各位準影后，補好妝未呢？馬上就要頒發最佳女主角呢個獎㗎嘞噃。哇！我見到咧，即係除咗你睇下嘉玲坐得好雍容華貴之外咧，其他4位咧都係有少少坐立不安，因為可能都係新嚟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硬硬地啊！係有少少僵硬係嘛？阿毛姐啊，不如咁啦，嗱獎你又攞過㗎啦，咁亦都試過攞唔到咁樣嘅。唔使成日睇嘅。唔好意思啊，係。咁不如我想你咧，即係話聲俾佢哋聽，其實宣佈嗰剎那咧係點嘅咧？我喺屋企睇電視咧，就成日想知道心嗰句係點㗎？攞到獎嘅時候，真正嘅心聲係點嘅咧？攞唔到嗰幾個笑口噬噬，但係其實心裏邊係講乜嘅咧？即係演繹個心聲啊！係啦係啦，好有耐心發揮嘅呢啲。啱晒試下啦，試下啦，係啦嘛？好喂，得獎先啦，得獎先係得獎先。咁我嚟估，好我嚟估。最佳女主角嘅得主係毛舜筠小姐。輪到我啦！係咪㗎？嗰日係咪咁樣㗎？係咁樣㗎嗬？係咁㗎。攞獎就會咁嘅心聲，咁啊梗係唔會做出嚟啦。我好想快脆啲聽下，唔得。係啦，呢個好聽啊！係呢個聽，我要聽。我嚟起鑼鼓好嘛？你嚟。準備。最佳女主角又唔係毛舜筠。喂，邊度有咁樣講嘅啫？你講個名啊，因為又唔係毛舜筠，我點做啫？嗰場戲真係成日係咁噶嘛？你諗個名啦，好嘛？唔係，我驚如果真係噏佢哋啲名，佢哋以為真係上咗嚟嘅，你明？你是但諗個名啦。哦，又嚟，再嚟，準備。最佳女主角係Fiona華。Fiona華。剎那光輝唔係代表永恆嘅。哇！呢個金句啊，金句啊！啊，唔怪得你同蔡楓華咁好朋友啊，真係。喂，我咧就實情未攞過最佳女主角㗎，不如請嗰啲攞過嘅上嚟講下嘅感受好唔好？好，咁就啱啦。嗱，30年前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嘅男女主角，而家就將要出嚟咧，就係做我哋嘅頒獎嘉賓啊！有請許冠文同埋惠英紅。大家好 ，Michael 你好，大家好，好開心啊！今日見到你，不如我哋兩個要啊，因為30年前嗰一日見過你一次之後，30年後嘅今日先至見你第二次，俾我攬下先，拖下先。你知唔知我係你嘅小粉絲，所以唔怪之啲粉絲見到啲偶像會其實我都係咁。今日好特別嘅30年啦喎，30年前咧，我係戴住呢頂帽咧，
係攞最佳男主角嘅。咁我以為好快咧就再翻嚟攞㗎啦。咁呢啲冇打30年，都攞唔到第二次。咁而家今日咧就即係我開始有些少，即係坦白講啦，喺呢度係自己人嚟㗎嘛啊。唔緊要，有咩話大家講。係啦，我開始有些少真係有啲自卑感嘅，即係話即係我試完自己撞彩㗎咯。即打麻雀嗱，我自己話自己打麻雀高手，食咗一鋪之後，再打30年都食唔到第二鋪嘅。咁你話係咪撞彩？你話慘唔慘？咧嗰啲人點嗌我哋㗎？唔係前年啊。點嗌？嗌我叫傅碌紅，咁我唔知道原來嗌傅碌文係你啊！唔係，即係前年就我哋兩個都符碌啫，但係自從舊年你攞咗再攞影后之後，你就唔係符碌啦嘛。咁我就慘啊！好彩啫，我搣甩個名啦。證實咗你有實力，咁即係我就係撞彩咯。唔係唔好咁講，橫掂咧等咗30年啦，唔爭再等多30年咧，你一定攞到最。仲有30年，雲澤小姐攞嗰個最大嗰個獎啊！我再過30年，終身嗰個都未必攞到啊！到時我一定頒俾我快啲啦，知唔知啊？又係打翻你都冇，咪所以我同你講笑啫。係30年以來咧，其實咧就我同金像獎嘅審判委員會咧係好熟嘅，大家兄弟姊妹真係熟到爛。我完全知道晒佢哋做事又認真又執着啊！對於喺30年裏邊咧，由頭至尾都係喺度觀察緊、扶持緊、鼓勵緊香港所有嘅電影從業工作人員嘅，係從來未放過。仲要係鞭策我哋添，同埋係扶持好多新人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可以講一句俾大家聽咧，金像獎係冇撞彩嘅。當然啦，你睇下今晚咧，坐喺下低嗰5位靚女點會有撞彩？係啦，所以萬一咧，如果有呢個真心話啦，萬一攞個獎嘅藝術家，萬一暫時你覺得有些少唔係幾順境嘅話，你唔怕嘅，你記住句説話，金像獎俾個獎你之後係冇撞彩嘅，29年之後都記得你。係啊，所以佢鞭策咗我29年。先至再俾我，其實我都幾辛苦嘅，但我相信咧，大家係認同嘅，所以有提名我已經覺得係好開心。今日咧5位都係咁出色嘅演員，呢5位好犀利嘅，好犀利。咁啊，而家我就覺得自己有些少都係即係撞彩影帝就唔應該讀啦。而家又有實力嘅影后去介紹先啊嘛，介紹。係啊，梗係要介紹下呢啲咁犀利嘅候選。睇片啦。榮獲提名最佳女主角包括薛凱琪《分手說愛你》，我邊有話娶過你啫？講咩啊？我邊有話娶過你啊？湯唯《月滿軒尼詩》，楊千嬅《志明與春嬌》，坐晒嗰啲，大家咁樣開始真係煲出呢個感情來，真係。劉嘉玲《狄仁傑之通天帝國》，從今日開始，天下當知，冇狄仁傑就冇我武招。正義。何超儀《維多利亞1號》，醫生已經知你有肺塵埃㗎啦，你又唔同我講。咩事啫？我嗰陣時有少少咳啫嘛。醫生嗰陣已經知你有㗎啦。係你自己死唔肯翻去覆診啫嘛！即係5位你演都演得非常之好嘅，你睇到啦，大家唔係講笑啦。咁啊，一定唔係撞彩嘅呢個提名啊！咁我有些少老花，而家有最有實力嘅。其實我都有老花㗎啦。俾少啲 tips，我話20年前就同佢拍過一套戲。係嘉禾嘅劉嘉玲《狄仁傑之通天帝國》。